就係咁樣融合埋一齊之後，睇到咧成個感官係相當之舒服嘅。咁我哋再嚟睇埋呢一個，我第一個點解要睇91平方呢？因為我覺得91平方係喺個改變上邊係最大嘅。因為呢一度以往嘅咧 A3、A4 棟咧，佢會有好多嘅零零舍舍嘅柱位啊、梁位啊，會擋到你個嗰啲位置。而家91平方就可以俾到你呢個咁樣嘅270度嘅景觀享受。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灣區置業 Channel One House， 我係節目主持人阿 Sam。今日咧由阿 Sam 獨立同大家講解下。咁今日矗立嘅呢個位置咧，睇到呢個咁氣派嘅大門，會唔會以為我喺呢一個華發嘅珠海灣，又或者係華發灣仔1號啊？呢度都唔係，係華發金灣府。咁喺上個月咧，我哋已經嚟過呢個地方，去帶俾過大家全新 A5 棟嘅100%使用率嘅一個第4代住宅嘅一個設計啦。因為之前咧係未做好呢個樣板間，已經認籌咗幾十套過百套㗎啦。咁一棟樓落嚟咧，本身就唔係好多套數嘅啫。而家應該打滿上左右，大概30套貨左右啦。都仲陸續做咗一個全新嘅樣板間俾到大家嘅。呢一個樣板間咧，就真正比之前金灣府嘅 A4、A3 棟要靚好多。而且呢一個真係將第4代住宅咧體現到淋漓盡致嘅。咁我哋呢一個大門咧，全新升級改造之後，亦都可以體驗到我哋華發呢一個第4代住宅之後嘅一個氣派嘅場景。我覺得會係比灣仔1號仲要靚嘅。呢一個會更加似而家最新最熱嘅一個盤，叫珠海灣嘅入戶大堂。哇！呢一度步步高嘅一個入戶大堂，真係非常之靚仔。事不宜遲，而家即時帶大家上去睇下呢一個最新嘅樣板間先。好啦，咁 A5 棟咧上到嚟一如既往嘅風車式設計啦，就係呢一個華發第4代住宅嘅一個特點嚟嘅，都係周圍可以做到每一戶咧都會湖北光窰。呢一戶咧係92平方嘅，咁兩梯4戶咧呢度做咗個風車式設計。01嘅話咧係91平方嘅，02同埋03咧都係92平方嘅，04都係116平方。總共兩梯4戶咧就4個戶型嘅嚇。咁我哋呢邊咧再可以睇埋另外一個92平方嘅位置咧。就係呢一度就冇做樣板間，同埋另外一戶都冇做樣板間。但係呢度咧都有自己嘅過渡。再嚟到另外兩戶，一個就係116平方嘅，可以講係4房3衛，真係做到140平方以上嘅體驗感啊！我哋一陣先睇呢一個。咁另外一個咧，我覺得最熱門嘅應該會係呢一個。91平方做4房嘅單位，我自己都係首次去聽嘅啫嚇。咁全新 A5 棟4房2廳2衛嘅呢個設計咧，91平方都可以做到4房啊。咁呢度咧都係同樣 LTKG 嘅設計啦。咁呢間房咧就駁通咗，連通埋個廳嗰度做咗個飯廳嘅。其實呢個位先係飯廳嚇，全部融合埋一齊咧就係叫 LDKG。呢一個設計真係實用率。呢一度第4代住宅就俾到個8%嘅使用率你，呢條走廊單獨俾到你去使用嘅。入嚟啦，可以睇下呢一個獨立嘅入戶門啦，咁同埋呢一啲櫃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嚟嘅。呢邊咧呢一個其實佢係橫廳又唔係橫廳，豎廳又唔係豎廳，就係咁樣融合埋一齊之後，睇到咧成個感官係相當之舒服嘅。呢一個係東南向嘅設計，陽台就做咗個風窗嘅設計啦。咁你可以睇到將成個空間，如果你將呢個窗拆埋佢咧，哇！你嘅一個其實佢本身呢一個開間已經去到5.7米。呢一邊牆，你成個呢個空間去到5.7米㗎啦。如果你再駁通埋呢一個咧，就5.7米乘5.7米，即係直就拆咗呢個窗。你呢度本身做洗衣房，你自己嘅話，你可以按照佢咁樣去做咗一個風窗嘅設計。呢一度嘅景觀亦都係相當靚㗎嚇。咁我哋嘅廚房嘅交標咧，再嚟睇下。咁呢邊方太嘅1個2件套3件套嚇。咁同埋咧，我哋華發第4代住宅灣仔1號又好，或者係珠海灣都好啦，都沿用咗呢一種咁樣嘅鋼面拉絲嘅一個櫥櫃嘅設計，同埋呢咁樣顏色，同埋呢啲嘢嘅一個亮面嘅設計，都係比較襟身嘅一個方式嘅。咁呢一種嘅廚房91平方可以做到咁大，呢個係真係2個人。3個人一齊去操作係冇問題嘅咁因為佢嘅設計咧設計得好，同埋仲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就係佢每一個房每一個窗戶咧個透光率都非常之高嘅。呢一度咧係另外一間房嚟嘅，做咗如果你自己可以做個書房或者係
一個茶室啦，咁你因為飯廳個位已經有咗啦，咁呢一度做間房，如果你有需要嘅情況，做成4房去作為一個休息區都可以嘅。呢一度咧，呢間房就輕輕會細翻少少嚇，張床咧都比較 mini 嘅，講句好實在啊。咁嗱呢度咧大概1.8米左右咧，只可以供到俾兒童去使用啊，咁同埋咧。你可以過渡之後再去換間大房俾個 BB 仔。如果你話市面上呢一種香港嘅朋友想要係攞嚟退休養老，有咁樣嘅實用率，你可以作為一個雜物房去使用。咁呢啲作為一個正常嘅客房去使用嚇。呢一邊嘅景觀亦都係相當靚仔嘅，同呢一邊陽台嘅一樣嘅係東南向嘅嚇。咁我哋再嚟睇埋呢一個我第一個點解要睇91平方呢？因為我覺得91平方係喺個改變上邊係最大嘅，因為呢一度以往嘅咧 A3、A4 棟咧，佢會有好多嘅零零舍舍嘅柱位啊、梁位啊，會擋到你個嗰啲位置。而家91平方就可以俾到你呢個咁樣嘅270度嘅景觀享受。呢一度真係我覺得抵到無倫㗎啦，已經係單價上邊18000蚊左右，你對比翻對面嘅天茂凌河灣去到24000、25000嘅一個均價嘅情況下，呢一度真係好打得，無論戶型、價錢、物業、品牌。仲有佢嘅所有嘅配套嘅嘢，我覺得呢一度都好打得，真係啊！呢一度如果高層嘅情況咧，你可以望到呢一個藝術中心啦。而家望到高嗰棟咧就係希頓酒店嚟嘅。咁如果高少少嘅情況就望翻我哋會有個無人機展啦，係啊，呢一個每時每節嘅金灣嘅航空新城最靚仔嘅展示面啦。哇！入到嚟呢個洗手間又係俾到你，哇！呢個採光面真係舒服。唔係講笑，你可以講係360度就270度，全部係透光嘅。呢一度從呢度計起，跟住到呢度有窗嘅，呢度做咗個衣櫃，呢一度都係透光嘅。你記唔記得 A3、A4 棟呢？我哋係有一個面係做咗一個柱位喺度，跟住呢做咗一個衣櫃，就啱啱好封咗另外一邊窗嘅。呢度就唔係啦，270度。我上一次拍記得咁樣嘅戶型呢，只有綠景洗月灣中區最新嘅一個戶型裏邊呢，係124平方以上先有呢個感官嚇，都未必有咁靚啊！咁好啦，嗱，而家咧再帶你睇埋另外一個戶型咧，係116平方嘅，91兩個92，92嘅話就會輕輕有少少區別，但係咧就冇做到陽板間嚇。咁92嘅話咧，你可以睇翻我哋嘅戶型圖咧，佢就只不過係將個門口位咧就換翻到呢個位置上邊，就係92平方嘅，都係4房。呢度嘅門口喺呢度入，92喺呢度入，但係冇做陽板間嚇。我哋睇另外一個大啲嘅面積。咁另外一個咧就116平方嘅4房2廳3衛啊！你冇聽錯，係3個衛生間。入門口呢一個位咧有一個衛生間嘅，咁開間咧就去到足足有5.9米嘅一個開間，真係俾到你咧，我覺得係130方都做唔到嘅一個效果。入門口之前咧，呢一度右手邊就係呢一個可以做話長輩房啦。咁因為呢一度咧又有一個獨立嘅洗手間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見到呢一種咁樣嘅外立面啦、牆磚啦，或者呢啲鏡櫃啦，都係交付標準嚟㗎啦。咁呢間房可以講唔大唔細啦，可以做到三邊嘅落床位，仲做到個到頂嘅衣櫃嘅。入戶門咧，呢一個都係交付標準啊！呢一個位置咧，可以睇下呢邊嘅一個入戶門嘅鞋櫃。都係直接到頂嘅，非常之闊落，真係呢一度再睇下，哇！呢一個5.9米嘅開間，你想象下，你係一個5.9米嘅開間啊！呢個先係講緊110平方嘅，唔係130平方啊！哇！呢個效果真係冇得頂啊，可以講係。出陽台呢度睇睇，呢度咧。可能我覺得呢個 view 上邊就冇頭先個東南向，我自己個人認為咋，冇咁開揚啦，同埋呢一度咧係望園林景觀嘅，再加上咧呢可能會嗰個位置會近少少，相對翻呢一度嚇。咁嚟到呢一個5.9米嘅開間，再嚟睇睇呢一個廚房 LDKG 嘅一個最有體驗嘅設計啦。咁呢一度咧就做咗一個呢種半開放式嘅推拉門啦嗱。呢一種佢係將呢個拆咗下，咁正常如果有個門大概到呢個位置度，你開翻出嚟咧，呢一邊兩邊就封閉式㗎啦。咁再另睇翻呢個廚房啦，如果你打開嘅時候咧，呢度真係俾到你
超級闊落嘅感覺，因為你成個廳係融埋一齊嘅。呢度飯廳，再到呢一個，我又會有一間房啦。呢一度係第二間房，呢一間房同頭先嗰間房嘅 size 咧，大概都係差唔多嘅。估計喺9個平方左右嚇，都可以做到三邊嘅落床位。呢張床嘅 size 係一樣嘅，但係個朝向都係望向呢邊。反而我覺得116平方可能仲冇呢個91平方嚟得咁實際同埋咁實用。呢一間作係一個書房去使用，亦都可以作為一個臥室去使用。但係呢邊做三邊嘅落床位咧，就會問少少噶啦。我發現咗一個問題就係佢呢個飄窗咧，全部都係非常之短嘅。其實佢實際贈送嘅位置係到呢一度嚇。咁但係佢而家做咗呢一個飄窗嘅位置咧，就剝咗一部分，跟住保留翻一小部分，大概係54-50公分嘅一個距離咧。呢度做咗咁樣嘅一個樣式展示，呢一個亦都係我覺得喺比 A3、A4 要好嘅地方啊！呢個飄窗位都係特別細嘅。咁再睇埋呢一個270度嘅，都係好似同91一樣，係捨棄咗之前嘅 A3、A4 嗰個缺陷，就係呢一度嘅柱位冇咗噶啦，而家就係齋呢個270度，真係夠晒舒服，唔係講笑，全部都可以睇得到嘅。你之前嗰個仲要做個衣櫃去擋住啊，但係呢個 view 真係我覺得冇91嗰個咁嚟得咁實際，真係可能會望到對面嘅樓近啦，同埋望園林景觀啦。呢個起碼要高層少少，可能會舒服啲。獨立嘅衣帽間啦，呢度就可以做到116平方，真係好似綠景洗月灣嘅130平嗰個單位，都係咁樣獨立分離出嚟嘅一個空間，去做一個衣帽間去使用。呢度仲有個化妝台，仲要係有明窗嘅。跟住咧，呢度就係洗手間啦。主人房嘅獨立洗手間啦，都有個好大嘅採光井啊。咁同埋，我覺得呢一個 A5 期嘅精髓真係應該係成個華發今晚款呢一次推出嚟嘅產品裏邊，我覺得最值得去期待。但係呢個樣板間係最近先推出嚟嘅啫。之前我哋嚟探過一次啦嚇，喺上個月啊，其實佢喺5月1號之前係加推咗，一路營籌咗已經係幾百套，而家剩低都係20零套貨嘅啫嚇。如果仲有想要翻呢種貨嘅話咧，可以隨時 WhatsApp 俾我，或者想攞多啲詳細資料嘅話咧，都要趁手啦嚇。咁我哋今期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